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午早。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3主日，咱做伙伫享受主所享受的喜乐的内底特别咱伫后礼拜就圣诞节吼，所以咱就备办心。当咱迎祭主搁再来的时，我相信咱就爱有喜乐的心，因为咱是对主遐来领受永远我的快乐。所以这个是邀请咱做伙同心安静来祈祷。求上帝圣神来帮助咱伫今日的聚会，来享受主的平安甲祝福。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主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谢你赏赐互阮会当来参与伫上帝你圣工的服侍，无论伫亲近主你所领受真理活命的话，主愿你圣神来充满阮逐人的心。阮知阮拢是上帝你所拣选、所拯救的百姓。主，阮若着爱领受着福音的真理，也成做阮生命的准钱。恳求上帝你圣神来帮助阮，互阮来迎接耶稣搁再来的时，阮备办并阮欢喜的心。若伫耶稣搁再来的时，阮知耶稣为着阮来钉死伫十字架顶，阮嘛着为着主来跟对主的脚步来行这条背十字架的道路。愿上帝你引带阮伫今日的盛会。带领阮同齐来享受着主你所享受的喜乐甲毋望，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追念咱的信仰告别使徒圣经，咱做伙来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以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学了咱的主上帝。咱伫主的面前，咱就来吟新的歌。我相信每一条歌曲，咱拢着欢喜学了咱的主。咱做伙来拍谱来吟。咱拢着耶和华心歌，全地拢着耶和华手歌，着用耶和华手歌，称颂伊的名，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日日传播伊的救恩，当日的公共伊的荣耀，咱万民中共。极大的恶龙，伊是万王的王，着受尊崇。咱拢着来耶和华唱新歌，咱拢着耶和华唱新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称颂伊的名，伊的名。这条歌有较紧哦，会小紧袂？袂啦吼，会哦，好来，咱来念一个副歌吼，副歌吼，逐所在着讲起，来咱做伙来3来，逐所在着讲起伊的荣耀，伫万民中讲起伊的奇事，因为耶和华最大，
着受极大的恶恼。伊是万主的主，着受尊重。逐所在拢着爱讲起伊的啥？啊，你有感受到上帝应邀无？有无？啊，有来安怎？着爱去逐所在去讲起，吼，咱着爱讲起主的基础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找5个人甲伊讲，你的生命着讲起主的荣耀，甲伊的基础。甲伊讲，你的生命着讲起伊的荣耀，着讲起伊的基础。然后开始哦，甲你身躯边的人讲，你的生命着讲起伊的荣耀，着讲起伊的基础。你的生命着讲起伊的荣耀，讲起伊的基础。咱搁一遍较慢小看吼，对头来哦。咱拢定也好我心肝，全地拢定也好我手歌，定也好我手歌。称颂伊的名，伊的名，日日传扬伊的救恩，日日传扬伊的救恩。逐所在着讲起伊的荣耀。万民着讲起伊的基础，伊也好我最大，着受极大的恶恼。伊是万主的主，着受尊重。副歌来，逐所在着讲起伊的荣耀，你万民着讲起伊的基础。伊若我可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伊若我可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水泉。伊若我可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伊若我可耶和华，一切就做袂怕。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伊的手光乐主生命。对头，咱过来吟。既然我可耶和华，既然我可耶和华，喜乐的心要充满。既然我可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水泉。既然我可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既然我可耶和华，一切就做袂怕破。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伊的手光乐主生命，伊的手光，伊的手光乐主生命。按这位来祈祷，主啊，既然我靠你的人。阮拢要享受着上帝你所享受的快乐。主啊，当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阮要向你献上阮的感谢。主，阮知你为着阮的罪来钉死伫十字架顶，流出你的宝血，为着阮，主，阮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你献上阮的感谢。主啊，阮毋是每一摆，阮拢咧享受着主搁再来，主为阮来出世迄款的快乐。
更较要紧，阮的生命嘛得学习去明白，主耶稣你的再来是要来为着阮拯救阮的活命，流出你的宝血来洗净阮的罪。恳求上帝你圣神成做阮的帮衬，互阮每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阮的生命来高举你的圣尊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主愿知你所享受的奇妙、的疼痛的快乐，拢要享受互阮。主啊，愿上帝你引带阮，伫今日的敬拜，将一切荣光归乎主。愿阮的生命高举你的圣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主我打来到，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为着我的罪，定是第四片，流出你宝血，为我。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对世来个我，赢过世事关系，救赎我活命，主我要高举你性命。主我要高举你生命，对大地到永远远远，你受赐奇妙的疼痛，白白赐予世间。主我要高举你生命，对大地到永远远远，你受赐奇妙的疼痛，白白赐予世间。无需要邀请咱做伙伫祈祷中来甲主讲主啊，我愿意，主我愿意伫主你的面头前，我要来学乐你，对打到永远，我拢要学乐你。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困难，咱拢得来学乐主咱的上帝，将咱的生命来高举伊的性命。咱无拄着患难的时，咱就忍耐，咱就软弱，反倒转，咱就爱靠主的圣神的快乐来帮助咱。咱是用感恩来献上咱的感谢，咱嘛着用咱的生命真实来学乐高举咱的主上帝。咱做伙开声，将咱家己的生命来献上，求上帝亲自来引带咱，亲自来感动咱的心。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主阮伫你面头前，愿上帝你帮助阮，愿上帝你圣神来引带阮，互阮伫主你的面前会当享受主你的疼痛。主啊，阮的上帝，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主，阮以爱来亲近你，愿上帝你继续引带阮，我要高举你的圣尊名，互阮的生命伫主你的疼痛内底，阮明白你白白将你的疼赏赐予世间人。主，阮嘛要高举你的圣尊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阮拢要学乐你。主，阮感谢你，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咱搁一遍伫主的面头前，咱搁一遍做伙搁来吟这首歌曲。主，我要高举你的圣名。
当我来到你的面头前，当我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愿主来帮助咱献上咱感恩的心。主我打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为着我的罪，定时的世界，流出你宝血，为我，主我打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对是你个我，赢过世事关系，救赎我命。主我要高举你生命，对大地高应永远远，你救赎奇妙的听谈，白白赐予世间的人。主我要高举你生命，对大地高应永远远。主我要学你，主我要敬拜你，对大高永远。主我要高举你生命，主我要高举你生命，对大地高应永远远。咱甲咱的主讲，你手术奇妙的听谈。感谢咱的主，伊所手术咱的恩典，是白白恩典，手术予咱。咱继续边甲主讲，要高举你生命，对大地高应永远远。主我要学你，主我要敬拜你，对大高永远。主我要学你，我要敬拜你。主我要学你，主我要敬拜你，对大高永远。咱个继续做伙开声来祈祷，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全球，为着全台湾的人民，咱做伙伫上帝的殿，伫主的教会内底，咱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拢是上帝所呼召的百姓。咱需要伫主的面头前，做伙开声来祈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主，阮以爱来称呼你，愿上帝你信心加做我的帮助，我伫主你心内，敬仰的主你体。亲爱的主上帝，阮同齐伫遮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的恩典，高也婉言，感谢你的听，互阮阁有一口气伫遮来敬拜呵了你。主啊，你的听何等大，你的恩典是落伫阮每一个人的中。主，伫阮顺境时，我要学乐；伫阮逆境的时阵，我永远要开嘴感谢你的听。愿信心继续带领阮每一个人，阮的国家、阮的社会，互阮的家庭，拢会当充满上帝你的听，互阮的每一个家庭拢会当开嘴来学乐你。愿上帝你的灵也继续带领阮的性命，求你施落你的喜乐伫阮每一个人的嘴，伫阮每一个人的面，
拢会当充满上帝你予阮的喜乐，予阮会当愿意分享你的喜乐，特别伫后礼拜也是圣诞的主日，求上帝予阮的心内拢有一个名单，予阮愿意去分享即个疼，予阮心内即个名单的人，予阮将你的疼来分享予伊，邀请伊来做伙学乐敬拜上帝你的疼痛。愿主你的信心带领阮每一个人，予阮伫生命中来高举你的名。阮做伙伫遮同齐敬拜感谢，拢是靠主圣尊名。阿门。咱做伙来吟第一节。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大家请坐。咱做伙来看启应文第44篇，以赛亚书第40章。恁的上帝讲：着安慰我的子民，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受压迫、劳苦的日子已经满，因的罪债已经行清楚，因为着咱的罪已经受着上主教会的刑罚。有声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伫风波收平咱的上帝的道路。逐个山谷拢要点互天互定，大细的山头拢要掘互地，弯弯的要解互得。坎坷的要受互庇。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所有人拢会看见。这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声讲你着宣布，我讲要宣布什么？着讲人亲像草，因的阳光亲像山野的花，草袂干，花袂谢。因为上主的气温伫顶面。人拢真正亲像草，草袂干，花袂谢。毋过，咱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报好消息互失安的人啊，着上关山。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人啊，着大声喊。着大声喊，毋免惊。对犹大的城讲。恁的上帝来啦！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官灵来临，要用权力治理。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拯救子民行伫伊头前。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要用手用羊囝互伊行前。这。伊要带遐个互羊仔树年的羊母稳稳啊行。这是咱做伙起立来吟新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咱做伙起立来吟。
是请信歌队来学乐咱的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是《金星》。来，感谢信歌队
带来遮尼美好的诗歌，互咱的生命因为有主耶稣，咱的道路充满有光。这是咱做伙来看教会大细项事。本主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点到第3支指示啦，就是是代表宣告喜乐。咱做伙来讲一摆，宣告喜乐。小朋友，咱做伙讲哦，宣告喜乐。愿咱伫瓦克主中得到喜乐的生命，也伫领受喜乐的生命中，为人带来生命的帮助，甲充满毋茫的生命影响力。后礼拜主日也是咱的圣诞主日，以及12月28，每个月最后一礼拜，华语台语礼拜咱合并，咱所有的小组也暂停，请兄弟来留意。今年度圣诞主日后礼拜会安排活动伫咱的周报拢有讲吼，咱请做伙来看。9点，咱的圣诞主日礼拜有咱的儿童献诗、音乐班的献诗以及圣歌队的献诗。10点45，咱要来分享圣诞鸡卵糕的说明会吼，以及11点，咱要开始来去咱的厝边来分享圣诞歌。11点45，咱的圣诞爱宴，咱嘛请大家做伙来听惜咱的地球，炸咱的碗池，做伙来享受上帝的疼。第4点，12月20拜3平安暝报佳音的活动，今年度也有提供牧者、种子、东港信徒，咱做伙来组立的报佳音团，欢迎有意参与的兄弟伫1楼的招待桌。也请填写意愿单，也是会当预定会当拜访的时间吼，方便咱同工做伙安排路线前往。第5，明年度的月历也请兄弟1号来摕1份，也欢迎兄弟伫1楼招待桌来领取。剩的部分咱也要伫后礼拜圣诞主日的时阵来分享鸡卵糕的时阵分发互咱的厝边隔壁。明年度2月8新春年前的前一礼拜，咱也要召开今年度的定期会员好会，也请各小组牧区团队来备办相关的资料、今年度的会计报告以及事工报告，以及明年度的预算活动计划，请伫明年的1月11之前交予牧者。咱即时做伙来念圣即礼拜的经文台语。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错。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华语，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诗篇16篇8到9节。这是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伫诗篇16篇8节到11节。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的正边，我无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自在，因为你无甲我放撒伫阴间。嘛无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去亲恩，你话指示我活命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这是咱请小朋友文博宝庆来读中文的圣经。大家好，我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16篇8到11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
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必不将我的灵魂偏在阴间，也不叫你的舍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咱做伙来甲鼓励一下吼，咱做伙来吟诗歌《注释英话咪牛》第一站。祝福，也等下牧师要讲的正道题目是伫你面前有满足的快乐。咱看到今仔日吼，咱泽恩吼要拍鼓吼，有较稳啊无？有无？继续在。这就是手把手的训练跟陪伴。所以咱用祈祷嘛是咧带咱的细囝，互因伫信仰的道路学习会晓祈祷。每一个人来到伫教会的新朋友，包含幼婷牧师嘛要鼓励咱拢爱学习，操练祈祷，操练读经，互咱会当甲上帝的关系当更较密切。咱做伙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哦，来，我们一起把眼睛闭上哦，把眼睛闭上，手合起来。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也是美好的赏赐。主，阮当阮领受即款的美好，阮毋拿着感谢，阮嘛着知影，阮要爱分享，阮着爱去分享伫阮身躯边的人，特别伫阮的至亲，无论阮的亲人、小朋友，甲阮的每一个伫上帝你所听的内底的兄弟姊妹，阮拢着彼此互相伫祈祷的中间来为因祝福。愿上帝你圣神引带阮，伫今仔日开讲节的第三主日，阮伫备办耶稣搁再来时。阮要宣告，阮要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迄款的快乐是伫阮的心中。阮要伫阮的学校，阮要伫阮的朋友，阮要伫阮的亲人的内底来甲因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伫阮的生命中所带互阮的愿望甲快乐。阮搁一摆将阮主日学的老师今仔日正如执事也要带领陪伴的过程，求上帝你授赐互伊智慧。互每一个老师伫陪伴中间，会当用喜乐、用主你的听，有耐心伫陪伴中间，陪伴这个细囝平安大汉，也帮助这个细囝，求上帝你授赐这个细囝，互因学习安静的祈祷。伫成长的过程有侪侪因所看见无好的事，总是主你的声、主你的圣神，要引带因行正直的道路。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小心哦，好，慢慢。今仔日是咱台港节的第三主日，当咱点到这个粉红色的蜡烛的时阵，咧提醒咱，喜乐就已经要到来。不过当咱咧讲到这个喜乐吼，当咱讲到这个喜乐，毋知影大家歹势吼，用阮牧师甲这个蜡烛先甲分互我好无？因为咱这个空间咱这个空间是较密闭，所以迄个空气感觉有小可臃肿，
嘛请直播内底的兄弟姊妹当理解阮大桥教会的空间吼。吹不熄的蜡烛吼，感谢主。当咱咧讲到喜乐，毋知影咱有一个经验，就是讲，其实我感觉咱追求的喜乐吼，拢是限量版的。我为什么讲叫做限量版？喜乐是限量版的意思是啥？对某一寡人是啥？是喜乐。对某一寡人是安怎？就无拄拄领受会到，这叫做限量版。好，但是我会记得阿邦路有一个笑话安怎讲吼？讲到底什么是幸福啊？什么是幸福？叫做年终奖金本落来迄个时刻，有无？这个限量嘛，对无？有的人有，有的人无。所以等于有的人领到的时阵，会安怎会足欢喜袂？会袂？会啊！吼，佮另外一种呢，佮有人讲幸福就是我的体重的数字安怎？会下降的，哇，好开心哦！甲人分享，你还讲我减轻啊？你会去分享，但是有的人来讲，我拢减袂落来啊，伊的心袂快乐。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伫世间上一个足真实、世俗的喜乐，嘛是啥？嘛是限量版的。安尼我嘛要问讲，伫教会内面有限量的无？教会内面的喜乐有限量的无？有啊，有哦。教会内面的限量是啥？咱后礼拜是毋是要来食大餐？会袂？有的人会安怎？我无咧重食啦，无要紧，你去就好啊啦。会袂？有哦。嘛有人会安怎？讲食甲安尼，有的人你较讲啊，伊拢会嫌咧，你袂喜乐嘅。兄弟姊妹，伫自餐的中间，有的人会开足欢喜、足期待。但是我要甲咱讲，即种的喜乐是短暂的。即种的喜乐，即食饭吼，食了吼，就安怎？就结束了。等于就安怎？大家各自回去，这个热闹的感觉就没有了。佮另外一种诶，教会内底服侍，有时嘛是限量的。有的人服侍，看到某一寡人来服侍，你会欢喜袂？大家拢来，大家拢来唱圣歌队，恁会欢喜袂？绝对的啊！春雨老师绝对足欢喜的。迄一摆若来圣歌队吼，在座所有拢伫遮练圣歌队吼，迄是种足鼓励的代志咧。但是若当无够人的时阵，你还佫会欢喜无？你佫会快乐咧唱歌无？还是你会开始晓？敢无人来？你敢无来？对不对？你着看出有的人伊心中的喜乐是无相款的。另外一种的喜乐，教会内面的喜乐，佫有一个叫做关系喜乐。逐个人拢足介意我，逐个人拢足欣赏我，逐个人拢足嫌迄个人，逐个拢咧讲迄个人的歹话，会袂？我甲你讲，嘛有啦。特别咱伫咱中间，有咱的议员吼，朱正轩，我有当时咧看伊即个脸书内底吼，我看伊足伫遐咧咨询的中间吼，我相信伊私底下嘛是拢关的安那，嘛是真好嘛，敢毋是？无分政党，但是徛伫遐的时阵就安怎？无共款人呢，兄弟姊妹，人甲人的中间伫无相款的团体，咱拢知影，喜乐拢是限量版。但是咧，即种的限量版，对伫某一寡人来讲，伊的感触足好，但是并毋是所有的人拢拥有的，因为伊是短暂的，嘛是有条件，甚至会消失的。今仔日咱所要看诗篇16篇内底所要带互咱一个新的物件，叫做无限版的，就是无限版的喜乐。即种的喜乐，伊无挖靠环境。嘛袂挖靠某一寡人的肯定，嘛毋是要满足某一寡人的心智，乃是要互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的。跟你旁边的人说，在主的面前，你会有满足的喜乐。在主的面前，你会有满足的喜乐。我会记得，你应该拢会看到无数最近吼，即摆拢咧陪伴即个幼田，幼田我即礼拜较听讲吼。阮哪一年伫早餐店吼，伊伫早餐店伊去食这全方位早餐之前吼，伊拢咧做啥？伊拢伫大桥国小吼做啥？志工啊！伊毋若伫遐做志工，嘛伫大桥里遐做志工。
我看着伊有当时拢做感觉讲，哇，伊足单纯。若有人讲哦，讲伊读甲无介好，讲伊哪能会做遮个代志？但是伫我心中，我感觉，伫伊足单纯的生命内底，伊就是安怎？伊是足快乐。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所要看的这段圣经节，是大卫的诗啊，大卫的诗。大卫这个王，伊过去是一个牧羊的，伊过去嘛被高立做王，甚至伊刀劈这个扫罗王的追杀。后来伊嘛还甘愿，伊的人生啊，会当讲伊经历过高山低谷啊。但是大卫伊喜乐的秘诀，今日咱所看的这篇诗，就是大卫所写。伊所写出伫伊生命中喜乐的秘诀，放伫倒位？伊将迄个定位吼定伫倒位？定伫主上帝的面头前。所以今日咱所看的圣经节第16篇的第80讲。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转。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将耶和华放伫我的面前，好，这希伯来文小我摆在我面前的这个动词啊，是讲啥物？讲，互上帝成做咱生命的焦点定睛之处啦。所以吼。我其实牧师有真侪教会我有看过真侪即个政府领袖、委员、议员也好，因咧参与若过去我无回以来朱正轩我伫遮，我感觉我毋是要高举即个人，我要讲的是即个议员，相信还佫有其他的即个政府官员，我感觉朱正轩伊是足认真咧思考上帝的话语。伫伊的生命中，要安怎帮助伊个啦？好，所以兄弟姊妹，当咱若将上帝放伫咱的生命中做迄个焦点的时阵，即个毋是偶尔发生的哦，是你会不断爱持续意识上的专注，你会发觉安怎？他在我右边，我就怎么样？我便不致动摇。什么是在我右边？在我右边的意思叫做上亲密的盟友啦。保护者啦，兄弟姊妹，上帝有正做你足亲密的盟友。当你病痛的时阵，至少我破病还可以想着上帝嘛。但是你好的时阵，你好的时阵，你敢会想上帝？无拄拄咧。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爱去思考，伫咱上亲密的朋友，就是咱的上帝。伊毋会当为咱的生命做审判，伊嘛要常常伫咱的生命行公义，佮保护咱。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伫主的面头前，当咱伫面对人生的各种的问题、挑战甲引诱的时阵，咱选择将上帝同在，将上帝话语放做第一。哪亲像咱即摆每一个人手边拢有一个手机啊，有无？对不对？即摆若是你即摆若手机开始震动，礼拜牧师咧讲道的中间开始震动，你安怎？你会先看一下，看到底是有足重要无，对无？若足重要嘞，你安怎做？留互咱家己去思考。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咱是毋是愿意先将上帝放做咱生命的中心？马太福音书第6章第30、31讲，我们咱这位来看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耶稣伫马太福音书第6章内底，伊第一个开始，伊先讲起，毋通积聚地面上的财富啊，对无？然后伊内底咧讲起啥？伊咧讲起讲咱的专心注视的价值观爱放伫上帝。如果你若看地面上的财富，你的人生、你的生命就会互地面上的引诱安怎来捆绑你的心。第6章内面，伊后来佫讲着啥？佫讲着毋通为着生活所需要，伫遐咧担忧。所以耶稣讲啥物？你毋通为着生活咧，为着要食啥物、啉啥物，佫啥穿啥物，有无？所以耶稣特别提醒人的忧愁啊，人的忧愁，即个忧愁、忧愁啊，是外邦人无信主的人所咧求的。但是恁信主的人，着爱知影，恁的需要的一切，拢是对倒位来？对上帝遐来。所以兄弟姊妹，耶稣伊讲
伊讲恁的信心的不足，是因为恁是小信的人。吼，所以咱来求上帝帮助咱。咱伫信心的内底要安怎挖靠上帝？主啊，我要先求你的国甲你的义。后壁即句话就是安尼来。所以兄弟姊妹，耶稣伊并无否定积聚财富、忧愁看如咱生命的代志是毋对的。耶稣伊是先提出一个，咱着爱先求的命令啊！你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我就要将你所需要安怎将一切哦，毋是需要的安尼啊，是一切加添予你。所以兄弟姊妹，今日所看的圣经在诗篇16篇第9节到第10节安怎讲？因为安尼啦，吼，第八节讲，第8节是讲着我常常若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头前，伊就伫我的正边，我无摇转。因为安尼，我的心就欢喜。我的神啊，即个灵魂啊，吼，我的神就是灵魂，我的灵魂就安怎就会快乐，我的肉体也悠然安然徛在，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困难，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也无互你的圣者拄着羞难。哎，即个圣者，我来看圣经来看着即段，拢会感觉奇怪。啊，到底无互你的圣者，即圣者是上帝吗？其实毋是。即个圣者代表的是代表伊咧讲伊家己，因为伊若顺着即个敬畏的心，专注将上帝看作是要紧的，我就诚做我即个圣性的人，即个圣者，就无拄着啥羞难。所以兄弟姊妹，当你伫主的面头前，你若立志，甲主讲：主啊，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奉献予你，我愿意将我的金钱，将我的所需要全然交托伫你的面头前。我相信上帝伊要赏赐互咱会当得到安全，甚至上要紧的是，你会当安然为着主来过日。所以兄弟姊妹，《使徒行传》第2章第25节到32节，即个彼得伊伫五旬节伫讲道的中间，伊就引用咱今仔日所看即段诗篇的即段经句。即段经句的内底呢，伊后壁特别咧讲到新约的内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国活，也就是代表，互咱一个见证，也就是伊咧讲互遮的犹太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伊要互因了解诗篇内底旧约、旧约内面咧讲的，吼，毋是假，是真正伫咱的现实的生活，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伊嘛真正有国活，伊嘛真正安怎？伊的灵魂无伫阴间，伊的肉体嘛无朽烂。即个耶稣，上帝已经互伊国活，咱着为着遮个事来做见证。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咱今日所看的圣经在要甲咱讲起，等耶稣要再来的耶诞节、圣诞节，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喜乐的心。兄弟姊妹，圣诞节是教会内面上无闲的时阵啊。对无？吼，上无用的时阵，就爱办活动，就爱想讲一年问题，就爱想讲有人要来无？兄弟姊妹，甲你边仔人讲，你着招朋友来。你着招朋友来。有当时你无用了无人来我甲你讲，迄较是艰苦啦，真正。我宁可互人食无，食了了讲无够，我嘛无爱讲无人来，敢毋是？兄弟姊妹，我相信郑轩议员嘛，共款，伊为着咧帮助里民的需要，当伊愿意付出的时阵，但是有人不领情，对不对？不领情的时候，你应该最难过了。所以兄弟姊妹，咱的要分享，咱愿意要去分享是分享啥？是分享耶稣基督得救的福音伫咱的生命内底。所以兄弟姊妹，咱信主的人有喜乐无？甲你边人看者，看3秒，带着喜乐祝福他。好，今天我也很高兴看到淑荣老师，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圣歌队。前阵子他手术嘛，但是他也很担心，应该也很担心他的声音不能够继续唱歌赞美神。所以兄弟姊妹，跟咱有主为着要奉献予主的心志，我相信上帝要赏赐咱教义的喜乐甲快乐。今日咱所看的圣经在11节内底讲，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
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满足的意思是啥？叫做无有匮乏。永远的意思是啥？无被时间甲环境限制。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头前，世界上世上的所有的快乐，哪亲像迄会流水的杯啊，真紧就了。无论你要爱有啥物，你要拥有啥物，你拥有啊了，你马上就达到你对这个无兴趣。但是咧，伊上帝所赏赐的快乐是伫你的内底会充足，会满足你。你有拥有耶稣基督吗？你有没有拥有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这就是基督是主的意思啊！基督是主，不是咧讲的呢。基督是主是咧讲，耶稣基督是不是真做我生命的主宰？掌管我的生命，无论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跟着你。这就是基督是主，不是说基督你是主啊，哦，你去做主啊，我才不管你嘞，哦，我做我的，你做你的，不是这种。基督是主，是真做咱生命的主宰。迄种的喜乐是互你伫困难中，你有欢喜快乐，因为我有伊真做我掌管我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无使用三个同咱分享，咱的喜乐有三个定位要安怎拥有？吼，第一个，我们要定位在当下。当下意思是啥？我们要用感恩的心，不是忧愁的心。无论咱做事工，无论是咱所要同人的接触的关系，无论咱要解决的问题，咱拢会活在当下。但是我们是忧愁，我们是用忧愁来解决当下的问题。注意，定位当下，你是用感恩还是忧虑？当然用感恩代替忧虑。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主，这一段话讲起，当咱甲耶稣基督亲密无分开的关系时阵，若要为咱的生命带来安全、稳定、充满祝福，上帝平安会亲像迄个啥，迄忠实的卫兵啊，安怎一直甲守护你的生命。所以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意思就是讲，你有互耶稣基督做你的防卫兵无？还是你靠你家己啊？你若靠你家己，我甲你讲，你若拄着困难吼，拄着艰苦心的事吼，你着马上想要逃避。但是你若有耶稣基督伫你的内底，伊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帮助你安静落来。主啊，我要伫基督中，我毋免烦恼。虽然我拄着即个患难，总是我要透过基督来敲碎你的心意。所以你伫基督中，你会开始求啊，求上帝要安怎做，啊，你会开始感谢，然后你会将你所需要甲上帝讲了，上帝将平安安怎赏赐互你啊。所以兄弟姊妹，当你得袂到平安，有可能你无咧基督，你无咧将你所需要的交托互上帝。所以兄弟姊妹，牧师鼓励咱在座每一个人，有诶伫政府单位咧上班，有真侪时阵，无论咱伫什么款的疾病，咱拢着将咱所需要欠过交托互咱的上帝。第二项，喜乐的第二个定位要安怎定位？定位伫他人。就是安怎？你毋通去定位伫你家己身上啦，安知影无？你若常常咧定位你家己吼，我会讲，你拢会常常会感觉无够力，吼，哪个安尼啊？哪有个安尼啊？兄弟姊妹，不要管你自己缺了什么，你只有凡事交托。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吼，《使徒行传》20章35节，咱个这位来读，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满足的喜乐，唔是将迄个门关起来，家己享受，伊是不断的流动的。耶稣伊的降生本身就是上帝上大赏赐互咱的礼物。耶稣要搁再来。耶稣要诞生，圣诞节，
就是上帝给我们世上的人最大的爱，就是将他的儿子赏赐给我们，甚至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教导我们他在传道的生活当中3年，撒当内底传咱生命的真理。所以兄弟姊妹，咱就爱纪念耶稣所讲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兄弟姊妹，互人的比共体安怎，搁较有福气。所以兄弟姊妹，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捌有一个真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伊将伊所有的财产拢家捐出去，去做教育，去做医疗。当伊伫问着讲，啊，你是啥物款的感受啊？伊讲吼，伊并无讲我真伟大，我真了不起，伊是讲我即马终于明白，当我的手换了足暗的时阵，将这个钱也好，将我所拥有的资源，我拢甲掠条条的时阵，当我将我的手安怎，甲伊放手的时阵吼，我的心内有一种叫做无名状的喜悦，无互点名嘛，无互迄个，我感觉迄种的快乐。所以牧师嘛要伫遮鼓励在座咱的政选议员，当你咧为人民咧服务的时阵，你有法度做到像无名状的迄种的生命。我甲你讲，你会当得到，亲像咱即马咱的国家的领袖。我曾经捌伫之前咧牧会的所在，看咱即马咱的总统，伊当时是市长，我看伊坐做伙伫遐食饭的时阵，我迄时阵甲我的太太咧讲，我甲你讲，即个未来可能是咱台湾的总统。迄种叫做无名状啊，伊咧做啥物代志袂互知，但是背后边有真侪人会去来攻击。我认为咱基督徒嘛是亲像安尼，但是即种人无济啊。通常咱是啊做啥，拢想要互知影，我为着咱做啥做啥。兄弟姊妹，即种的生命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真实感受。所以兄弟姊妹，大抗这的这期，请咱思考，咱会当成做什么人的快乐？拄拄咱的思维咧，甲咱讲，后礼拜是咱12月2日，咱要圣诞节这个觉华 MMA 为你祷告，不管妹妹有没有来，但是为她祷告。她的妹妹好像也是当天生日，12月21号，对不对？兄弟姊妹，咱用记得，我去嘉亨，敢若嘛是12月24号，12月24号。其实有真侪拢是伫这节期，但是咱邀请伊，邀请咱的亲人，邀请咱的朋友。郑轩议员如果有空，邀请你太太一起来，好不好？让我们认识各位弟兄姐妹，咱伫主的内底享受着平安甲快乐。所以咱就爱常常将咱的定位，毋是家己，咱就爱行出去给别人。第三，咱要得到喜乐的第三个定位是啥？将迄个定位用伫永远，就是讲，你的选择的望，毋是你一直伫迄内底咧。好，我要来过来挑战，我搁要来创啥？我知影挑战真多啦，但是咱爱伫主的面头前，亲像咱今日所看圣经才所讲，咱当咱定位伫主的面头前，有伫主的正手的中间呢，咱就永远的快乐。兄弟姊妹，毋通将你的困难、将你的需要，一直定位伫你要安怎去解决，毋是。我相信上帝互咱有智慧，但是咱伫主的面头前，主甲咱应允讲，咱的生命毋是干那伫今生啊，不是只有在今生啊，还有什么？还有永恒未来。你的生命，你的灵魂有得救吗？你的生命有喜乐、有满足的快乐吗？还是你还在定位的，我只要有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我只要能够完成我的事情，我就好开心了。各位弟兄姐妹，虽然这是知足的概念，但是牧师要鼓励各位，我们还要有更远的。你的灵魂有充足的喜乐吗？各位兄弟姊妹，愿咱帮咱，愿今仔日的信息，今仔日上帝话语帮咱，咱想象一下，咱即摆若如果咱咧行一个真悬的山，爬了真辛苦，你想要放弃？如果你的目标若只有眼前的即块石头，安尼不断咧行路无好行，甚至佫互你要甲跋倒。如果即个目标你家己放伫山顶的后壁迄片真无限真水的风景，你安怎？你会做努力安怎？勇敢继续行落去。所以求上帝帮助咱
咱拥抱的是定位在永远的盼望。互咱的生命毋是看伫咱眼前的限制，所以兄弟姊妹，咱定位感恩安怎来取代忧愁？咱定位伫别人给予取代啥？取代我所需要。咱定位伫永远用迄个望来拥抱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挑战、甲困难。我相信上帝自然互咱的生命真正得到永远的快乐。求上帝帮助咱伫后礼拜咱要庆祝圣诞的主日咱会分鸡卵糕，伫每一个人，咱嘛有爱的，咱会做伙庆祝，但是咱要知影，咱是带着真正平安甲喜乐的君王耶稣基督，伊来是要护掉咱。如果你已经认捌这个主，你就爱定心伫耶稣基督的面头前，知影，咱就爱将伊放伫咱生命迄个喜乐的来源的中间，毋是，可是你要去买什么物件，圣诞节毋是讲哇，我总会咱足快乐，带我的囝儿去创啥，毋是遮拢会当。我无讲袂使，但是毋是真最要紧，是你的心来讲感谢主，主耶稣你要再来，要让我重新得着一个永生的盼望。我要再次回想你在我生命里面为我所预备的，所以感谢主，互咱伫今日会当做伙来享受这款的喜乐，来准备兄弟主耶稣的诞生。咱搁一遍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大港节的第三主日，提醒阮喜乐是你所赏赐互阮上水的礼物，因为阮的生命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为着阮来死，留伊的保血来洗净阮的罪，甚至为着阮互阮看见伊搁我的愿望。主，阮知阮的生命嘛要有顶头生，亲像主耶稣基督搁我的愿望，迄款的喜乐来为主来做见证。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愿意将你常常放伫阮生命的面头前，帮助阮伫忧愁快乐的生活中，选择用感恩，为着家己的生活顶面学习选择付出，伫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学习选择单单仰望上帝，用祈祷来超找主你的帮助。愿你找向阮，带着这份满足的喜乐甲平安，倒转去到伫阮的家庭、工作甲社区，互阮成做世界的光甲阳。主啊，阮要超找迄个无限量的喜乐，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愿你的平安与喜乐赐福我们，也谢谢你带领今天来到我们当中郑轩议员，我们要为他祷告。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党，他都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这世上，是上帝你所赏赐的能力，作为他最好的帮助与支持。也谢谢你透过他能够祝福我们的教会，在神的国度福音的禾场上，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我们用感恩的心献上感谢。愿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献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618首，咱着信靠上帝。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咱着信靠上帝，真志向前无退，清心望靠主来行。一切当作为佳，那下咱着拄
献。愿咱金钱的奉献，无论多少，用感恩的心，用咱的奉献来成做上帝圣工的路用。咱伫奉献的中间嘛，安静咱的心，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我来到你面前，专心地感谢耶稣，你爱你的听我多多想你，主啊，我的家，献出我的心，思念的所有，完全的护理，因我无敢保佑家敬畏，为当的护理，只有我的心，我只有祈祷，唯一的困求，是你的感动我，献出我的所有，愿我的一生，请做你记忆，来完成你旨。咱做伙来读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做伙来吟信诗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因是煞咱请牧者来为咱祝福。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因爱上帝的家信息，阿拉萨唯一的上帝。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感动、扶持、交通的连接，互咱常常甲主结连，为主来活，得到永远的喜乐甲快乐。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立倒，